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头头的样片是不是真精彩又神奇呢？到底是哪个法通按上人，连港田的老阿伯也想要来参加呢？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屏东县农网之前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陈建福阿福哥，同我们东岩方面的小师妹阿妹姐来到现场，同大家来分享一个法通哦。欢迎阿福哥、阿妹姐。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网之前理事长阿福。阿福哥好，阿妹姐欢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妹。欢迎两位来到现场。阿福哥，我同强调一下哦，头头阿看嘅样片，农人祭也嘅法通真神奇呢。可以同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农人祭也嘅法通，好吗？我们在就是屏东在推广农业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在卖鸡肉啊、卖蜂蜜这个状况，有时候会觉得说，就是可能就没有一个合作的对象。那我们用就是行销的方式结合大家的力量。所以我们想到说，那不然我们再做一个不一样的活动，就结合音乐、结合农产品的方式来做。不过。办法通让我会想到结合嘅营养，应该营养不是一般人会提来想到的吧？就以前在做农特产品的行销，会用像什么洋葱节啊、莲雾节啊、葡萄节啊这种方式，它是属于就是单一性质的。那我们屏东的农产品有很多，从南到北。海岸线也有100多公里，所以我们这个状况之下，我们想说，那我们做一个不一样，我们直接行销农民，所以我们就办一个农民的活动，那用音乐的方式来告诉人家说，我们农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那可能那个样片里边请罗克嘛演员，其实演员是能自家请的，也是专业的演员啊。全部都是农民。全部都是农民。对。在地的。对包括给老阿伯会来参加，也是在地的嘛。是，没错。就是你们认识的一个朋友，都抢起来。我这一次影片中的成员，那这里面都有音乐的背景，都是回乡从农的。阿福讲还会想强调一下，农人祭啊，除了办一个营养的法通之外，内容还有吗？还有什么样子的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我们的音乐季在筹办过程中，其实遇到很多不一样的挫折。那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过程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要办一个音乐季，它其实跟办一个农特产品的行销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对。不过这个农人祭给它发通一久啊，多长的时间？从的时间？我们办在。就是3月份嘛，3月份就是刚好是屏东最早春天。因为在最南边。对，最南边，然后也是最早有春天的。所以我们想说，在春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来启动这个农人祭。那农人祭它可能我们在发想的时候就是种植，有种植，然后有音乐，所以我们就是在种植的过程中是用种植的方式来做这个音乐节，那也就是我们希望集合农民的力量，然后把种植变成了钱，然后用钱来做音乐，那做完音乐就是让观众朋友能够更能够接受农民在创新，
那跟现在的那个音乐的潮流站在一起，流行。所以农人祭对魁士都结束，总共玩了几天呢？我们这一次只办1天，因为比较想说这一个活动的心态太新了。我想说观众或者是消费者，他们对这样一个新颖的活动会抱持一个就是还不太有就是不太有感觉的时候，所以我们想说先办1天的，然后把活动的火力集中在1天。对。像今年你们对早晨都下晝跳，也係都暗晡跳。晚上到晚上10點。到晚上10點。对。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一整天，你们不会轻亏吗？不会玩到都累翻了吗？对，会。那我们从早上5、6点就开始把活动，就是当天啊，当天5、6点我们就开始把活动开始紧凑的把它设定好，然后到晚上10点结束之后，我们还回去收拾现场，到2、3点才结束。所以举办的地点在哪呀？我们在屏东的热带农业博览会。或者说你们是跟热博结合在一起吗？没有，我们在热博结束以后。为什么会选？中马哥会选呢？给热博给飞虫给片啊？热带博览会它在屏东算是一个很大的盛大的节日，就是我们邀请那个就是春节，春节啦哈。春节的时候，大家都会回来屏东过年嘛。我们说就大家过年嘛，出来走春嘛。那走春完这个活动，其实热带农业博览会办完之后，它就没有再用，就很可惜。很可惜嘛，我们就想说，那不然我们来活化它。那我们就跟那个县政府这边，县政府问他们说，可不可以让我们办活动？那他们也说 OK，所以我们就在热带博览会结束后，在那边办一个音乐节这样子。原来安尼。不过我感觉青某菜呢，才办1天，虽然讲迄对早晨都下晝，不过像我有听到有个发通的消息，不过上到面到的去的时间，差不多已经要结束了。为什么下一次可不可以再攀给更长一些的时间？有啊，有机会啦，有机会。嗰时候今年係第一屆嘛，对不对？对。你们喺筹办一個發通地方，你們內容除了有音樂，還有乜嘅嘛？我们在跟一些音乐节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些音乐节它可能就是会让一些活动摊进来。我们这一次以后也会这么做，就是我们音乐的部分做好了，那来到音乐节的消费者也会有吃啊、有玩的状况。我们会设定就是都是农民来筹办这个吃的部分。那所以在这边可以吃到，也可以喝到蜂蜜水啊，不会去喝很多啤酒，我们就喝蜂蜜水啊，对不对？我们可以吃一些在地的农产品啊，新鲜的煮玉米啊，对。然后我们甚至明年也有计划让农民跟消费者互动，就是可能我帮你准备食材，你自己下来煮，教你怎么煮也可以啊。现场可以煮给农产品，这样子吃在地，享在地。嗰時候日擺嘅去嘅農人節部分都選做音樂演出嘛，同在地農產品嘅展售啊，是。明年之後會加入更多嘅更盛大。都有2年以上哦。呀。你冇啥，非常的期待。那你要來啊，你要幫我宣傳。一天啊，你請大家來送一個節目，都會拜託你，同大家介紹一下一個發通，按上年按神節嘅發通，錯冇？係啊，阿妹姐，一頭到同阿夫講嘅事情，你有問到，阿妹姐有參加一個發通嘛？錯冇？有。對頭到面都有參加嗎？一個活動都好啦。眼睛人數風堂嘅啲時期。嘅係就這身頭都按不頭嘛，所以我去參加時間都太下注，按這身頭還得有我4年咧，人去參加。反正都這身頭還有這個還是現在忙，你都參加下注頭。對。你去上台去做唱歌也係 rock 一下嘛？
冇，我覺得有安利可以上台去表演哦。冇。唔講唔參加，有嘅發通係做嘅展售嘅部分嘛，去介紹唔自家嘅農產品。唔參加有嘅發通可以同大家講一下唔參加有嘅發通嘅感想嘛。因為有嘅發通農人節應該算一個親貼嘅發通，錯冇？俺理事長對有請俺哋去嘅下俺就對上。俺係啲農民呢，跟也音樂有乜關係？係啊，大家一定要安尼想啊。俺就想講，一個東西，攀嚟對俺哋農民來講有乜個用處？俺就從頭開始對研究前置作業對做嘅，俺就有對旁睇過看。因為每一個東西都可以用俺哋農民自家去通俗去做嘅事情。就幫俺哋講個佢感動。好，就安尼。幫唔清感動，就嗰個係人自家農民，對以前開始冇共用嘅地方，係人自家有去做籌辦，有去參加去地位咯。唔睇地位唔講，新年又有去睇書，新年又喺共用買嘅最講嘅紅糖嘅。人安尼，不過幾多人哋主題來講啦，有啲農人節能請嚟一度嘅農民來參加啊。詳細數字我忘了，但是大概協會參與的有40幾個農民。40堂就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然後還有更多農民會就是在這活動的籌辦過程中，大家討論說怎麼樣去進行它。就我們的農民都提供很多道具。對。種乜嘅道具你會講呀？竹籃，這個竹籃的部分就是我們可能很多現場會製造很多垃圾嘛，我們用竹籃去裝，就是裝垃圾袋，讓它不會說我們用很多塑膠品。嗰種也嘅發動對頭開始能全部農民自己規劃，這個規劃，還有這個搬東西出來參加。冇簡單嘅，動員40人嘅，今年全部對頭都能參加，沒有一個缺席。對，哇，真是厲害呢！觀眾朋友，聽到影片係咪感覺有個協會真厲害呢？不過不過今年協會係乜嘅時間成立呢？又有乜嘅故事呢？人哋休息一下，等一下繼續來分享哦。頭頭聽嘅阿福哥佢能介紹農民節日嘅發通，但係感覺日嘅發通冇簡單，地方應該有千多神奇嘅故事含前講，人哋夾夾嚟繼續請教阿福哥咯。阿福哥，我有件事情一定會請教你下，我看到你哋嘅樣片啊，頭頭嘅樣片嘛，地方有呢個 slogan 哦，我親有，我感覺親神奇，我一定要請教你下，我有準備嘅。如果呀，即係係你哋嘅廣告嘛，你哋宣傳，地方呀，你哋農民節有一個 slogan， 按到。有種就來，也有釀做有種就來。有種就來，但是呢，它的雙關就是有種就來。安尼冇單嘅都唔是講嘢。對，沒錯。有個 slogan係你哋自己想嘅嗎？是，就是我們一開始在辦這活動，有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想說先種東西來賺錢，來養這個活動，所以我們要種玉米。這一張照片就是在耕耘那個溝。玉米溝的時候，嗰種去攀一個發通之前，去籌募嘅資金，唔能用這個耕田來籌募一個資金。對，我們全部農民就有田有閒，但是沒有錢，所以我們就用這方式先來籌備第一波的募款資金。那所以我們定活動叫做有種就來。反正就是有耕田嘅都可以來參加。對。嗰時候頭先有講到嘅40幾位嘅40人嘅農民嘛，大家全部共下來募資。是。唔講請到按度嘅農民啊，有嘅發通大家中間冇乜嘅反對或疑問嘅地方嘛？我們的活動的一開始被就是外面的團隊拒絕嘛。拒絕的時候，其實我們跟我們的預定設定的3月17號，只剩下2個月。2個月，2個月，我從籌備找新的團隊進來，到活動執行，真的非常非常的緊湊。
哇，年轻强呢。所以影片的部分啊，照片的部分都在这2个月内拍完做完。哎，第二讲样片就头个样片，黑人自家剧本黑自家写的嘛，是吗？对。哇，为什么会想到按神奇的一个样片来做个 rock 哦？就是一开始影片的构想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要创造出一种就是年轻人在年轻的农民，他其实有很多技能。那像我本身会就是弹吉他，那也有很多就是跟我一样的做农的朋友，也是我们协会的团队，那他也会一点乐器。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把大家奏起来说，那不然我们拍一支农民的乐团的片这样。因为泰嘎有某空个专场嘛，反正标空他就完成了一个样片嘛，哇，效果亲厚呢，不比个强诺波的团队来做的还够好。哎呀，本人印象非常深刻。阿伟仔，头其实我同同阿福哥聊天的时间又有面到哦。通讲啊，嗰时节喺下租期嘛，下租期嘅时节有发生很奇妙嘅故事嘛。有通讲4吨马嘅菜去送量嘅系冇？总共要7吨嘅菜。7吨嘅菜？普通嘅菜吗？冇太火茶。太火茶。去做牧草球。牧草球，有個故事我通過。因為協會一個事情都係我哋一個農民7個人來做嘛。因為我之前嘛有講到講，我哋拄好對生產時期。那就請一個時間空下來，去家栽。佢想講人家係講，這實力，講想講實力。冇我哋太差去做嚟做得，結果我哋就是我哋ลูกค้า太重嘅茶去做，做我都講，哎呦，我哋ลูกค้า按太多嘅茶，咱可以做到5粒嘅哦，咁唔就要做2轉。然後就講好啦，咁就向我先生講去做，封廠嘅事情我嚟處理，我就想講，咁係做就可能你種好嘅，我就可以講要8點去做，我就去，我茶都停喺度人後背，我講但做2粒，還可以做天意轉。我講好啦，剛才天意轉我就買一個咖啡去慰勞人。其實人都唔定係本人係啲先同定人。嗰種人都做2轉，能做。你去哪做嘅牧草卷？很太了解嘅。屏東科技大學。屏科大嘅牧草卷，你都做到現場去做布置嗎？也係做布置。佢喺韓國有錢人嚟做牧草就過太厲害。就可能中公司，一個一年有個演繹來送下去，我想講，原來送起來，係啦，要請演員要落雨。伊個牧草卷比年過太呢？過太啊！所以我哋中公司提個嘛過太。所以我哋講，伊一個一年辦起來嘛，又之前又落雨呢，伊一個一年就該送起來。很厲害哦。實力攏伊一個送。後背有去看醫生冇？其他有骨頭吧？其他都冇我哋中公司看啊。等下有閒人嚟講講佢啊。實在真厲害呢！安泰牧草卷要將伊個年嘅種。你應該要同佢聽數一下。伊一家講的啊，一家就可以的啊，所以我哋就可以也表演就好咩。個現場應該青島嘅什麼嘅吧？就農民的妻子。我覺得有青島後生細阿妹有冇叫佢表演一下，跟自家一個年貨。大家就啲看就好啊咩？係啊，不過我請教一下，都農民節對早晨到下晝有青島嘅活動嘛，可以一項同人介紹一下冇？因為我哋冇參加過。感覺挺好奇啊！就我這邊有帶一些相片啊，就是說，像布置物，我們幾乎都是用農民的一些就是可能廢棄的啦，可能它本身它在建設中就需要的東西。像這個竹籃有沒有？我們沒有做那個舞台後面那個背板，我們也沒有做那些，也沒有錢啦，就做，我們就用竹籃把它架一架，然後用燈光打上去就很漂亮。我講要個清有米嘅味道有冇？有清米。下午的時候還可以通風。走。不會那麼熱。你應該有固定好吧？有固定型。有，我們也是用那個農民在綁圍籬的方式去架設它。不然給輕輕種一下都學下來呢。這個我們屏東很有名的在地樂團，就叫黃綠猴。
黄丽勇啊，这个他们在屏东也是眷村的小孩，屏东这边眷村的小孩，他也是我们屏东在地乐团，所以我们就邀请他们来支持一下在地的活动，他们也很开心啊。嗰种你嘅乐团係能有唱嘅，也有自家在地农民。对，对，我们农民当然那一天就很忙，就没有办法上去表演的啦。这是黄丽勇的那个。也嘅係農民嗎？他不是农民，但是他就用那个，我们就借他就跟我们借斗笠下去带，好不好？很好玩，带斗笠下去唱歌、弹吉他。这个就是晚上的样子，就是晚上那个后面那个灯光，这一张其实比较早发现的，就是说，我们的乐团卡斯啊，我们有邀请到北部，现在今年的金曲奖，在我们这边唱完之后，就没多久就金曲奖了，茄子蛋，然后还有那个董事长乐团。董事长乐团，他们就是在我们这边唱完之后就得金曲奖了。代表参加你们的活动就有机会得到个金曲奖嘛？没错。你们有唱也到团体的时节都可以讲，你们为了参加参加俺的发通之后都会得奖的哦。有得过的啊，再想要再得的都可以来。一个号召都抽的。对啊。再跟各位介绍这个，我最后会有上台去表演一下，秀一下。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啊，因为自己办活动，然后找一个时间上台这样，比较好玩。之前看到李思松通常是松腿一公吧，没松腿松公。对。那我们的活动卡司其实就分成说在地乐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北部的啦，从中北部比较有名的线上乐团，那一起来。通常我会邀请他们来，都是因为他们对农业这一块有特别的发声的。像董事长乐团，他们有很多歌曲都是在讲农民的，像什么快大家来种田啊，然后快乐的种田人啊，这些都是对俺们土地啦，对农家有个兴趣有关系。他们也会比较希望跟我们这些农民有连结，所以我们从早上的5点多，开始准备。当然前置作业都在前面做完了啦。那早上我们来就是先把场地整理好，然后后来大概在下午1点的时候，活动开始进行的时候，所有人的那个餐点都准备好了。乐团本身来这边，它不是吃便当，我们把它煮一个那个叫做我们讲饭汤。就是夏天的时候会吃那个饭汤，那很好吃，里面营养超多的。就像可能哈发讲那个灌宝粥，就是收获的时候会煮的这种。对，就是收割稻米的时候会有煮一个饭汤这样子，然后每个人来吃的，我都吃得很饱。然后我们的每一个乐团，我们还有送他那个水果。就是吃完饭汤之后还有水果，然后啊就是。表演结束后，我们农民除了就是比较就是像那个女生，他们女的农民，他们可能提前回去，那男生几乎都是留到结束后，我们还把场地整理好，没有产生任何一点点的那种就是那种废弃的塑胶品，对，就只有瓶瓶罐罐那些而已，就全部恢复原状啊！大家都唔想走安尼，对，哇，真是，那你们真是还是要办2年。我太赶快，第一天安补，大家就留到这么晚，我还没空走。我们想啦，对。阿福哥，你们协会成立1久呀？我们协会现在3年。3年。对。好像3年都办一个太发通，协会一定10多年哦。我们协会在农民的部分是占了99%。那不是农民的，就是我们的一些专案经理啊，他们进来，那他们有才华，他们会帮农民写故事啊，会帮农民做行销，也会拍照。那这些东西就是农民所需要的异业的结合。那这样子下来，我们协会它会比较走就是行销面，对，所以这活动也是我们行销中的一个重头戏这样。这才某个难度，你们协会够潇洒，就是比较多年轻人在这边帮忙来做这个推广。没错。
观众朋友，要去遐位啊，无简单呢，成立到3年，都盼也按精彩的发通。等一下呢，我哋休息一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我哋过来继续来分享哦。阿富哥佢係農民，不過佢用嘅想出農民紙按精彩嘅法通呢，我想要來請教佢一下，佢之前到底係在做乜嘅，用嚟變出按厲害嘅法通。阿富哥，真好奇，你之前係農民嗎？我之前在读书的时候，确实是帮爸爸工作啦。做主的时间就是下课啊什么的会去。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为了做音乐。哦。我在帮忙的时候啊，那时候搬凤梨，割稻米，那时候赚钱存下来，就是为了要买第一把我的电吉他。哦，故说读书的时间，有参加农事的发通，有帮忙工作，对啊，会不会都自己去学音乐，自己学音乐？对，故说咱会想到用音乐结合这个活动。对，阿妹仔。想要請教你哦，根本你係學嘅風嘅嘛，根本你就帶你錄下嘅產品來，錯冇？講到頭先擺按度，其實我先上嘅試過那先，唔過我要請快些講，阿妹真係能夾夾來試過先。你同我哋介紹一下你根本你帶來嘅產品好冇？基本有帶來有最傳統嘅就牛年嘅。牛年飯，嘛有呢個嘅，俺係有帶咧，俺哋屏東嘅特色蜂蜜，也叫厚皮香。特色蜂蜜厚皮香，以前咧屬於一種喬木樹種的蜂蜜。哦，後韻會淡淡有一點點樹皮的味道。樹皮嘅米絲哦。樹皮嘅米絲，樹皮。你食烘落唔會怪怪嚇？唔會呢，還會順口呢。也個係厚皮香嘅嗎？係啊。你先吃過來先好嘛？好，開始。清強有蜂蜜嘅香味，不過食烘嚟唔掂樣嘅。有嘅種甘蔗嘅種香氣，有一些擺，講夫婦嗎？有親戚俾嘅米線呢？也個如厚皮香嘅米線嘛，真很難去形容也個米線。不過真是有同講嘅，叫有點木質的嘅薯條嘅米線。薯條米線。啊，厚皮香係乜嘅呀？伊含在我哋一種台灣的一種原生種嘅一種喬木樹種。哦。好，啊也伊啲分布呢，伊就對我哋屏東。好，所以含在我哋就講伊含在對我哋屏東嘅特色蜂蜜。啊，我哋也係因為一個就在地嘅屏東人，所以嘛想講嚟推廣一下。啊，也個風筒伊跟傳統嘅牛年花來講嘅話，也甜度唔會按高。啊，解熱會比龍眼來得好。哦，真是。有啲時嘅，好多人對想講風筒，他個印象，第一個印象就係牛年花嘛。啱講我就講我迎合啲講，風筒係啲態度書，就我哋台灣人一定會接受嘅。唔過選擇要一個好嘅，還有實用度，也能係充電。有啲人都講，我買風筒，我介推廣講，我哋屏東有啲特色蜂蜜可以領看下試。伊講，按過一種風筒講冇按甜，裡面一下生活習慣，有啲人都慢性病啊，一定攏有，都建議人講，像有糖尿病嘅人，龍眼蜜就不適合，可以就係伊較甜。你就可以來選擇講牛年的啊，米果的，咁我就厚皮香啊，也都一樣的。係啊，個米絲真實在有親切嘅。係阿妹仔，人錄下嘅包裝啊，係有親切嘅故事，錯冇？將人會不會帶來係人自家嘅包裝？係人自家嘅包裝。人家嘅包裝，設計嘅係乜人啊？藝模嘅，藝模嘅一下係咧各種語言上嘅美術系嘅。哦，基本上係讀美術系嘅。伊個包裝，係對對小學5年級、5年生嘅下個人嚟設計。啊 ，OK 啊，你再講一遍，5年生嘅時間。5年生嘅設計出來嘅。很厲害哦，5年生都可以做得設計安尼嘅包裝出來。應該錄下書風嘅上台嘛，以前對推廣風筒就會儲備隔壁，計生外介計生來買，就我哋農會有啲講。
让风筒安好，可以用我哋农夫嚟嚟做推广，本更较多人知。按过伊刚来讲，个现实的问题讲，你冇包装。冇包装的情况之下，我哋就请设计师来设计嘛。以前我讲，本设计师处理就最拄好诶。个沟通的情况下，用的上到上唔免人爱的东西。伊都每有好画图的嘛，讲爸爸的理想想用的包装，就甲伊讲嘛，讲的就笔拿字拿就就出来。安尼清，唔免讲青菜啦，如想一下，如挖出来就变做一个，因为佢万世从细汉万世时节都睇都接受一个，啊，嗰时候佢挖出来都最符合人的需求安尼。系我哋想爱的东西。哦，阿妹姐，唔讲啊，野餐的吼，也近几年来啦，个天候的变化轻动，感觉好天时又滚热嘛，也谈讲蜂蜜的个产量啊又够少的。对你们来讲有冇个影响无？就冇像以前按好做啦，以前家国园队做的个下就可能一个床上班人上也变一床，就固定嚟嘅。按过也其他原因咯，用冇就农药害啦，天气的变化啦，就会晒来晒去。我感觉舒服，我每条寒风，我感觉讲你晒的个下我。较辛苦。我有听过讲，以前的学风的有人喺讲像个游牧民族嘛，人家喺煮水草，人家喺煮个花蜜，对，人家喺有固定，无安尼晒来晒去嘛，也喺看情形。看情形。因为俺哋也下算讲数风筒的时期已经过了嘛，咁俺哋也下专心去做就会生产蜂王乳。蜂王乳的话，伊就固定的位置做，除非讲也个农民伊可能晒药个样，我就来晒这样。嗰时候係同其他嘅農民合作。合作，一條合作。咁我唔啲原來叫佢曬藥嘅呀，伊喺冇通知，又冇曬，就風就等你死啊！阿妹姐，我有聽講嗰個有嘅蜜蜂，佢能離奇嘅都磨血嘅，你能有遇到安尼嘅事情？前幾下年一開始嘅下就有，你就會去到蜂場講，蜂嘅樣一打開來都冇嘛有蜂嘅。他改的这个相关嘛个演绎，引起话题嘛，所以就有农粮署也去查，查到第一个含的农药的一种乙达胺水造成的，伊含的一种神经毒，用唔滴写的那伊就神经毒伊就写的都不爱用唔滴，后尾民人滴的之后就跟农民常上嘛，那晒药啊做嘛个就要先跟俺哋通知，因为俺哋马上都要生活啊，所以。大家互利啦，买粉可以帮人授粉嘛，系啊，你要晒药，仲可以跟人讲，人就有沟通啦。嗰種也係有數到一部分嘅影響到嘅農藥嘅部分。按你講好嚟，因為蜂也係蜂蜜嚟談講市面上有錢度係假嘅，可以搞捱一下，用嚟分辨嘅蜂蜜真係也係假嘛。一下市面上最简单的方式，冇可能带你的矿泉水出去嘛。你係講帶有真的身邊都會有安白開水，你就將蜂筒倒下去，太厲害解搖，搖啊也蜂筒就像安尼，會有時把混濁，也泡的骨頭很綿密，有泡都錯嘅。有泡，你係講一般也下講另外一種係你屬於講實驗嘅。樹呢蜂筒對泡涼茶，跟泡燒開水嘅下，皮嘅米絲用係共用嘅，嗰種人係樹呢蜂筒。係講泡涼茶有個米泡燒嘅，有另外一種嘅米絲嘅，也叫做係樹假蜂筒。嗰種泡涼嘅同泡燒嘅其他米絲係共用。共用，係攏係共用。怎麼叫會泡涼嘅同泡假嘅？因為他講人來講到蜂筒，他講人來講解熱嘛，水的量。就會大部分都會泡安尼冷嘅嘛，冷嘅嚟講嘅話，也較順口。按講燒嘅話，唔總得超過60度，60度以後也啲嗰啲活菌就會被破壞hết。60度就極限。所以講頭都講係你嘅做實驗，咱可以用燒水。平常啲只是做唔得。安尼去自從起床嘅方，安尼是只拿安尼一根都看唔出來。看唔出來臭噶，係哦。所以我哋都靠包裝嚟講嘅話，就對
后背面就直接就搞他家人去做用的去做真假米的辨别。问一个人下就迄个信用度，人拿过去就可以去做用安尼的方式去做，就提供安尼的风筒还没顺呢。阿明个第二唔是很麻烦，直接请阿妹仔，直接买你来迄真实的嘛，做冇？阿妹仔，头头有讲小凤的请求嘛，提一段时间里边，有灰心过，也系有某个亲，我感觉亲感动的冇，小凤的也件事情。辛苦干，我迄感觉讲小凤的和以前对藤研做嘅就很好，因为最终我也还有声音呢。俺小凤的就会游牧民族嘛，就因那去按个声音啊，喊声嘅下，就看唔到，尤其因为出来嘅。声音呢用的情况用的，譬如讲感冒啦、发烧啦，你都冇办法处理。你就只能等那个公婆给你处理，情况都用的安尼。俺呢做愈下来，我感觉讲，尤其今年啦，今年拄好我嘛讲俺呢，愈开已经20年，我就要求我老公讲，我都已经今年愈开20年，吼，咁么今年我哋全家咧共同嘅比赛，用我名嘅来比赛，吼，可能是我一家对一个经验当中我一家成绩都难，咁样子个一个成绩，结果没想到全国方面的特等奖，哇厉害，所以就证明我一家嘛用嘅一家经验，嗰时候当国都有当人名，因为有当人名，哇，观众朋友。好彩有阿福哥、阿妹仔今年按用心提推广我哋台湾嘅农产品，推广我哋台湾嘅农业，也希望大家同今年多多支持哦。今日请感谢两位来到我哋现场分享按精彩嘅故事，多谢阿福哥。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也希望明年大家能够在3月份来屏东参与我们的农人季，明年会更盛大。感谢阿妹仔。多谢主持人，感谢大家观众朋友。好，虽然分享吼，没想到对俺身体讲改好，可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好咯，初的按钮，等一下我们听听老师叫下来做运动咯，手脚动一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群，又到位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哟。今日要教大家是上半身的舒缓运动哦。今日要请您再准备一块瑜伽垫，好，按下来做暖身操。好，准备好了吗？先上通下运动的哦。好，来，请个头拿看上面，跟紧绑床。慢慢的再过来下背，好，再过来右片，跟住看你的右片，来左片，好。加上的手，两只手，食指好扣上来，顶的后脑勺做一个施压力的动作，因为刚刚的背囊有帮到，我感觉紧紧，来做停留，好，归在中间。好，更加用你的手，你的大拇指，好压上来，好对你的下巴，好压上去，再归到中间，好，手放下来，放轻松，你的脚好顶，你的肩膀同样看哈，好做一个。甩手的动作，好，我肩条不用轻松哦。左右片安尼嘛，甩。好，
慢慢的放起来，做一个纯身的动作，好，再往下去，老杨看呢，好，听你看，好，吸气，调气。吸气，调气，好，那来弯片哦，吸气，好，来直接调气。慢慢的走，好，仰背一节一节放起来，好，更加强坐蹲，好，盘抽，两只手打开来，用个脑背两片，好。吸气，调气，来做一个扭转的动作。好，做停留哦，记得你背囊要伸出来哦。好，慢慢的吸气，调气。好，过来吸气，调气。好，更加哦，啊那伫前面像爬楼梯一样诶。好，慢慢的爬到前面，啊那的身体伫前面往下去。好，伫隔壁再爬过去，爬的另外一片。数牙膏，做停留。好，我手柄下来，啊那爬另外一片。好，我手做一个搞材的爬动作。另外一只手牙膏，做停留。再爬过来，爬过来中间，伫前面爬，做停留。慢慢的爬过来中间。过来原来的咪咪耶，好，再过来，好，更加拿来开道诶，好，两只脚各7条，好，做一个开的姿势哈，一样哦，你双臂有高高哦哈，你手掌哦，好，手掌来打开来，好，慢慢的吸气。调气的时间都是好，强风来，我背囊强风来，好，我调那数下来，吸气，调气过来，好，更加舒服，坐下去。好，我手再伸出来，做一个停留的动作。好，将用的右手伸来的
做事的阿姊姑，小朋友有咧空间可以伸出去，也来做一个延展的动作，好做停留。好，慢慢的数过来，更加来弯片。好，一样，来做数，伸的阿姊姑，另外一片的阿姊姑一片，再过去。我会刚刚的数，有你伫前面绑，伫叶片旁边吼，甲表叶片绑的重重。好，慢慢的数过来，两杯，一节一节再放来。好，那等下再来做一摆哦。好，来数钟来打开来，两只脚开好。好，吸气，跳气。吸气，再过来，吸气，跳气，过来沿来一边，好，坐下来。再放出来两只手，好，慢慢的过来，然后来弯片，来做数，用的另外一片阿姊姑，数在伸出，慢慢的过来中间，仰背。再放起来，好，来呼吸准备摆，来开到两只手，好，手掌要打开来哦，好，吸气，跳气，可能肚脐背浪弓放来，吸气莫痛。跳起过来，沿来一边，好，师傅坐下去，手慢慢的伸出，右手慢慢的伸呢，左片，阿姊姑一片，好，伸过去。弯片，左手来伸的右手，阿姊姑一片。好，慢慢的过来，仰背，一节一节，也会慢慢的伸出，最米，跳拿。今日的动作记得了吗？明日要团人做运动哦，好好运动，俺们下次能来了。